仁愛和諧周知反欺凌小劇場。班主任課嘅時候，班主任宣布嚟緊嘅學校旅行可以自由分組，大家都好興奮。耶！可以 BBQ 啦，仲有10日咋？你打算同邊個一組啊？今次一定可以同花生仔一組，好期待啊！仲未有人同我一組啊？喂，不如你同我一組啦。好啦，我都未有組完啊。禮物嘅好朋友花生仔，好快已經有人同佢一組，禮物感到好失落啊，心裏面好似風箏被風捲走一樣。於是佢鼓起勇氣同花生仔講：可唔可以同你傾下秋季旅行嘅事啊？對唔住啊，我應該要先同你傾下，就係同人哋分組㗎。喺平時嘅學習上面，好多同學可能會面臨分組壓力或者朋輩相處嘅困難。我哋其實可以鼓起勇氣同對方傾一傾，大家一齊用坦誠嘅心接納唔同嘅同學一齊相處。我哋仲可以主動邀請文靜或者內向嘅同學加入，建立尊重友愛嘅關係。如果好似禮物咁樣，真係分配咗去一個新嘅組別，佢可以喺出發之前準備定一啲話題同組員分享，咁樣就好快可以打破隔膜啦。平日喺課堂上嘅討論活動、做研習或者上體育堂嘅時候呢，少不了呢都會以分組合作嘅形式進行。老師呢曾經聽見有同學分享，佢哋話每當老師請大家自行分組嘅時候呢，就會發現大部分嘅同學早已經自己呢揾到中意嘅朋友啦，或者固定嘅玩伴一組，而自己呢總係成為呢剩低啦或者被選擇嘅對象。繼而覺得自己好似俾班上面嘅同學遺忘，冇人願意同自己一組咁樣。呢一種呢唔自在嘅尷尬感，令到佢哋感到非常困擾，甚至乎呢覺得自己呢喺班上面被孤立或者排擠。唔知聽緊廣播嘅同學，你哋又有冇試過類似嘅經歷呢？其實以上經歷喺群體生活入邊或者喺人際交往之間係好常見嘅。只要對方唔係蓄意唔友善咁對待自己，或者故意忽略自己嘅存在，刻意杯葛、孤立或者排擠呢一類間接欺凌嘅行為，我哋都可以先正面咁樣去看待與人分組嘅時候所面對嘅壓力。我哋必須要明白，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特質同埋性格，喺同同學相處嘅過程中，多少呢都會有一啲同學係啱傾啲，有一啲呢就冇咁多話題，有一啲呢更可能係容易同我哋產生摩擦，甚至乎班上總會有幾位呢唔中意自己嘅同學。我哋實在冇辦法做到讓每個人都中意自己，但係都一定總會有幾個呢對自己友善嘅同學。因此，我哋可以重新整理人際關係，可以利用而家喺電子白板顯示出嚟嘅友情健康檢查清單，心裏邊諗住一位同學做對象，然後回答清單上面嘅7條是非題，咁樣可以好簡單咁樣幫助大家分辨同埋思考友誼關係中雙方能唔能夠做到尊重友愛。你呢一段友誼關係係咪健康嘅？即使只係揾到1、2位友誼健康嘅同學，我哋都可以重新開始建立友誼，揾到願意接納自己嘅同學，提升自己喺班上面嘅歸屬感。最後都好希望同學知道，每段友誼都有佢存在嘅意義，無論係愉快定係失望，都有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我哋可以喺友誼嘅旅程中學習順應風勢，讓彼此嘅關係好似風箏咁樣自在飛揚，即使面對挑戰呢，都能夠可以喺從中成長。